突然感到天旋地轉、腳步浮浮、反胃想嘔，好多人以為只係耳水不平衡，但係其實都有機會係出現耳石脫落。乜嘢係耳石呢？點樣控制病情同埋減少復發呢？嗱，我哋嘅耳仔咧個結構都係相當複雜啦。咁講到耳石脫落，其實即係耳仔出現啲咩問題咧？嗱，首先我哋要講解一啲基本嘅耳仔嘅結構先。咁我哋耳仔咧分開外耳、中耳同埋內耳。咁內耳裏邊咧再細分都有幾個部分嘅，其中咧有個部分好似蝸牛咁嘅形狀咧，我哋叫耳窩嘅位置咧，負責我哋嘅聽覺嘅。跟住另外一端咧就有3條半月形嘅半規管啦，咁嗰個咧就負責我哋身體嘅平衡嘅。咁而呢兩個結構中間咧有個連接嘅地方，我哋叫做耳前庭。咁裏邊咧都有啲器官係負責我哋身體嘅平衡嘅。咁而我哋成日所講嘅耳石其實咩嚟咧？就係牽涉到喺耳前庭裏邊有啲位置咧係有啲感覺性嘅毛細胞。佢咧喺個面嗰度咧有一浸啫喱狀嘅膜遮住佢、冚住佢，而喺呢個膜裏邊咧就有啲所謂碳酸鈣嘅結晶，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統稱嘅叫做耳石嘅結構啦。好似我哋電腦模型圖見到，即係黃色嘅位置就係耳石啦，係咪？係啦。咁正常咧，我哋嗰啲耳石就喺個黐喺個膜裏邊啦。咁啊，應該就係我哋平時喐動嘅時候，佢因為個唔同嘅密度啦，因為個石嗰個結晶同嗰啲啫喱狀嘅物體嗰個結構嗰個密度有分別啦。咁當你個喐動嘅時候，佢嘅喐動嘅速度會有唔同。咁跟住就從而咧就刺激到我哋嗰啲毛細胞產生個信號俾我哋嘅大腦，知道原來我哋個人向前行緊啊，或者向右轉緊啊，向左喐緊啊咁樣。咁但係好唔好彩地咧，因為有種種唔同嘅原因咧，有機會呢啲耳石咧就會剝落咗出嚟。等於你想像有粒石春跌咗落一條水柱度咁樣，咁佢因為佢沉澱速度快啲咧，咁佢發出嘅信號咧就令到個腦發覺有錯誤喎，因為平時唔係咁嘅喎，突然間點解又多咗一樣嘢喺度刺激我咧？咁你從而身體唔適應咧，就導致你有頭暈嘅現象啦。點解岳高頭嘅時候特別嚴重咧？係嗰個耳石去咗咩位置？係啦，咁因為地心吸力關係咧，咁原本譬如粒石佢停咗喺個位置，當我哋一喐嘅時候，咁佢就會向下沉啦。咁咪如果你個頭一向後喐，啱啱向下沉嗰個動作，咪就引發到頭先講嗰個錯誤嘅信號出現，跟住你咪會有頭暈嘅現象咯。咁耳石點解會脫落咧？嗱，好啦，咁通常我哋有幾個常見嘅原因。嗱，耳石症通常發生喺一啲中年或者年紀大啲嘅病人身上。咁我哋推斷都係因為嗰個年紀大，因為嗰啲器官有啲退化，導致到嗰啲耳石咧就唔係好穩陣啦，好容易就剝落，相對比較容易啲剝落。另外一個常見原因就係有啲頭部嘅碰撞，就算好輕微嘅碰撞，或者你又突然間挫個頭啊，或者惡個頭，擰得太急啊咁樣咧，有時都會有機會剝落。咁耳石脫落啦，其實同耳水不平衡嗰個病徵啊、病理上有啲咩唔同咧？嗱，咁呢兩種病係完全兩回唔同嘅事嚟嘅。耳水不平衡咧，我哋講緊頭先提過，我哋個內耳裏邊咧有啲內淋巴液。咁耳水不平衡嘅病人咧，佢係因為個內淋巴液個壓力太高，刺激到嗰啲毛細胞、感覺毛細胞，導致佢引起頭暈。咁但係呢種暈咧，通常咧持續時間會耐啲嘅。頭先我提過啦，如果係耳石症引起頭暈，係你突然間喐動個頭或者頸某一個動作，因為嗰個耳石有個沉澱嘅關係，導致你暈啦。但係通常咧，當佢沉澱咗定咗一個位置咧，佢唔再轉動嘅話咧，佢又唔會再刺激佢再暈嘅咯。所以暈嘅時間通常講緊都係講緊10秒、20秒，好少多過1分鐘嘅。通常你一暈，你定咗咧，佢慢慢就冇事噶啦。但係耳水不平衡咧，佢因為個壓力高嘅話咧，導致暈咧，佢通常維持嘅時間會耐啲嘅，起碼都有20分鐘至甚至乎10幾20個鐘都會嘅。咁呢兩者其實會唔會互相影響？譬如有耳水不平衡嘅人，會唔會容易啲有耳石症咧？咁咧，其實我哋發覺咧，有耳水不平衡嘅病人咧，頭先提過，因為水壓即係嗰個內淋巴液嘅壓力太高啊，導致到咧可能啲細胞咧，頭先提過啲細胞有機會令到嗰啲耳石相對容易啲剝落，所以我哋發覺有一部分嘅有耳水不平衡嘅病人咧，係會同時間有埋耳石症嘅喎。咁呢個就令到
診斷啊、治療方面咧又會複雜咗啦，因為同時一個人同時有兩種病。咁如果萬一即係有耳石脫落嘅病人啦，即係佢天旋地轉啊，腳步浮浮，其實市民第一下應該要點樣做咧？嗱，第一件事一定最緊要就係揾個安全地方坐低啦、休息啦，係咪？因為你暈緊嘅時候，如果你喺街過緊馬路咁，好隨時發生好多危險啦。咁坐低咗之後咧，如果真係你見到好暈到天旋地轉咧，最重要一樣嘢就有好多人佢自然翻就眯埋眼嘅，其實反而可能令到你個暈咧未必咁容易穩定落嚟。你應該就係揾一個遠少少嘅一個固定嘅目標，或者一樣，譬如一個遠對馬路一個路牌咁樣，你要對眼望住佢，盡量固定嗰個視線。咁咧等你個腦咧有個適應翻嗰個情況。如果真係好緊要嘅時候，甚至乎要 call 白車送你去醫院啦，係啦。咁如果去睇醫生嘅時候，其實醫生點去診斷？究竟你係耳石脫落定係耳水不平衡咧？嗱，咁我哋從一個問症方面問佢嘅病歷。我頭先提過，譬如佢暈嘅時間啦，佢有冇通常耳水不平衡嗰啲人咧，佢冇明顯嘅誘發嘅原因嘅。但係譬如耳石症嘅人，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啦，就有啲人可能係臥高頭啊，或者瞓喺床度，尤其是最常見就瞓喺床度轉身嗰下咧，佢就會引發有頭暈啊咁樣。而同時間個醫生咧會觀察眼球嘅時候咧，發覺佢眼球都會跟住一齊轉動嘅喎。係咯，點解咧？耳仔有時點解會睇眼睛裏邊睇得到咧？嗱，因為咧原來好得意嘅，我哋耳仔咧同眼都有啲好多神經線嘅關聯嘅。咁當我哋覺得有頭暈嘅時候咧，其實點解我哋會覺得暈咧？其實我哋望到周圍嘅嘢就喺度喐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嘅眼其實係好多時係跟住喐嘅。咁你即係自己未必會懷疑嘅，病人本身未必留意到，但係我哋醫生觀察做佢檢查嘅時候就會睇到佢隻眼不自覺地咧、不自主地咧喺度轉動嘅。咁食普通嘅止暈啊、止嘔藥，其實有冇可能係即係舒緩咗個病情或者解決咗嗰個病徵嘅？嗱，純粹靠食藥係短暫舒緩咯。但係你粒耳石如果仲係喺個半規管裏邊未出到嚟咧，當你下次再轉動喐個頭啊，或者喺床度瞓覺轉身嗰下咧，你又再暈過啦。咁變咗個意思不大啦。佢根本就係治標不治本啦，就係靠藥嘅話。反而我哋用復位法咧，就真係可以根治個病啦。咁我哋啱啱提到耳石復位術啦，咁其實嗰個過程係點樣做嘅咧？嗱，我哋將佢簡單地分開5個步驟。好，睇下圖片啦。第一個步驟咧，佢將個病人坐喺度啦。呢個病人係右邊個後半規管有個耳石，咁我哋希望咧將粒耳石咧從個半規管咧倒翻出嚟，去翻個耳前庭。第一步咧就原本由佢坐喺度嘅位置向後瞓低，嗰個頭咧係原本係向右45度。咁我咧瞓低咗之後咧，嗰粒耳石就會有個喐動，咁啊慢慢沉澱。我哋要俾1分鐘時間佢，跟住咧再將個頭頸轉去左邊90度，同樣啦，又係 hold 住大概1分鐘，等粒石沉澱。之後咧，要揾埋一個護士或者其實第3個人幫手咧，就係話將佢個頭再轉多90度，但係咧同時間咧個身都要轉翻90度先可以配合到喎，因為個頭唔可以扭得太多噶嘛個角度。好啦，咁樣又係停留大概1分鐘，等粒石沉澱穩定咗落嚟，跟住咧就扶佢坐起身啦。坐起身之後呢，個頭要保持耷低嘅動作。其實最後咧就係粒耳石就由個半規管度，因為個物理嘅關係就褪翻出去個耳前庭。咁喺耳前庭咧嗰度係一個好大嘅，相對比較闊落嘅空間啦。咁嗰粒耳石咧，其實就算你個頭點喐咧，佢都唔會再咁容易刺激到我哋嗰啲內耳嗰啲細胞，引發頭暈。咁隨着時間咧，嗰粒耳石都會慢慢吸收咧，之後就冇事㗎啦。